台南市盐水区地头港庄，宋江观，你看历史很早呢，到今年2024年已经350年了。你看，从清康熙13年，郑成功来台湾，1661年之后13年，比郑成功来台湾慢了13年就有，晚了13年就有宋江观了。你看，九天烽火宴的名称是清乾隆8年懿旨赐谥。九天烽火宴的名称，然后教宋江阵有南昆生代天武、五虎千岁，还有田都元帅。78年6月28日才重建竣工，在原址。